各位觀眾大家好，又到咗逢星期四嘅 K2 搜尋節目時間，我係屈永賢。相信咧大家都聽過雞蛋與高牆呢個比喻啊。香港由反國教到佔中到黑暴咧，我哋經常聽到反對派用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樹呢一個比喻咧嚟到形容佢哋同當權者嘅關係㗎。雞蛋與高牆，我哋永遠咧企喺雞蛋呢一邊。聽起嚟咧好悲壯，雞蛋咁脆弱，一定俾高牆壓扁。反對派嘅意思咧就係話，即使犧牲，我哋都要同呢一個政府甚至國家對抗。但其實咧，佢哋講呢句説話嘅時候，到底知唔知呢句説話嘅含義嘅呢？村上春樹所講嘅雞蛋與高牆指嘅咧，到底又係咩呢？今日咧，我就想同大家講下村上春樹雞蛋與高牆嘅故事。村上春樹嘅大名咧，相信大家一定聽過啊！佢係被《時代》雜誌譽為當代最具國際影響力嘅日本作家。曾經咧3度問鼎諾貝爾文學獎，被媒體咧形容為繼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之後咧，離諾貝爾文學獎最近嘅日本人。佢嘅作品包括《挪威的森林》等等多部長篇小說咧，都先後被翻譯成40幾種語言，全球咧銷售超過2000萬冊。村上春樹咧更加獲得捷克嘅卡夫卡文學獎等多個國際嘅獎項嘅肯定。2009年，村上春樹嘅作品《一 Q84》咧就攞到耶路撒冷文學獎。呢個獎咧每2年頒發一次嘅，表彰一啲對人類自由同埋社會公平具貢獻嘅作家。曾經攞過呢個獎嘅人咧就包括羅素啊、米蘭昆德拉等等嘅大文豪。不過咧頒呢個獎項嘅係以色列政府。以色列打加沙咧，其實唔係今日嘅事啦。佢哋封鎖同埋空襲加沙好多年，備受國際和平團體嘅批評。於是咧，日本有輿論咧就要求村上春樹唔好去耶路撒冷嗰度攞獎，避免咧大家誤以為佢支持以色列嘅軍事行動。有讀者咧更加威脅話，如果佢堅持去嘅話咧，就會抵制佢嘅作品，唔買佢嘅書。喺國內外壓力底下，村上春樹去唔去好呢？最後，村上春樹咧決定出席頒獎典禮，佢要趁呢個機會喺前以色列總統佩雷斯嘅面前公開批評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嘅侵略行為。當日咧，村上春樹喺耶路撒冷咧就用英語發表咗一篇題為《我永遠站在雞蛋的這一邊》嘅得獎感言。佢一開頭就直接咁話：我今日唔打算講大話。佢話：根據聯合國嘅調查，喺被封鎖嘅加沙城裏邊已經有超過1000人喪生，好多咧都係手無寸鐵嘅平民、孩子同埋老人。所以我收到獲獎通知之後，不斷問自己：呢個時候去耶路撒冷嗰度接受文學獎啱唔啱呢？經過反覆思考，我決定嚟啦。我嚟係我選擇對呢件事親身面對，而唔係置身事外。我選擇親眼目睹，而唔係蒙蔽雙眼。我選擇開口講嘢，而唔係沉默不語。我要同大家講，以卵擊石，喺高大堅硬嘅牆同埋雞蛋之間，我永遠企喺雞蛋嗰方。無論高牆幾咁正確，雞蛋幾咁錯誤，我永遠都係企喺雞蛋呢一邊。轟炸機、戰車、火箭同埋白磷彈就係嗰度高牆，而俾佢哋壓碎、燒焦同埋射殺嘅平民呢，就係雞蛋。所以咧，雞蛋同高牆嘅比喻係咁嚟嘅。村上春樹鬧嘅咧就係以色列同埋支持佢哋嘅美西方好戰者，而佢同情嘅咧就係加沙長年被欺壓殺害嘅無辜百姓。2015年，村上春樹喺接受日本共同社訪問嘅時候咧，更加將雞蛋同高牆嘅理論套到去日本侵華戰上邊。佢話日本唯一能夠做嘅咧就係坦率咁道歉。冇錯，村上春樹咧係一個反戰嘅作家，佢討厭戰爭，鄙視侵略者。但係好可惜，佢爸爸就係呢種人。佢喺耶路撒冷攞獎嘅時候咧，自爆佢爸爸嘅身份。佢話90幾歲嘅爸爸去年過世，佢係一個退休老師，亦都係兼職和尚。當年佢喺京都讀書嘅時候咧，就被強徵召到中國嗰度打仗。身為戰後出生嘅小孩，我好好奇點解爸爸每日朝頭早早餐之前都會喺屋企嘅佛壇非常虔誠咁祈禱。有一次我問佢嘅原因，佢話佢係為所有死於戰爭嘅人祈禱，包括戰友同埋敵人。睇住佢跪喺佛壇前面嘅背影，我覺得死亡嘅陰影籠罩咗喺我身邊。
村上春樹話，當佢知道爸爸係侵華日軍嘅其中一員，殺個人，村上春樹幼小嘅心靈呢，成日浮現軍刀斬人頭嘅殘忍景象。咁所以當佢長大咗，當佢自立啦，當佢成家啦，佢狠下心腸做咗3件事。第一，佢同佢爸爸斷絕咗關係，從此唔再相見，甚至唔通電話，長達20年咁耐，因為佢冇辦法面對爸爸係一個殺人嘅侵略者。第二，佢唔食中國菜，對外呢，佢就同人哋講我對中國菜過敏。其實佢認為自己係一個侵略者嘅後人，佢呢個身份實在冇面食中國菜。第三，佢結婚之後呢，拒絕生細路仔，佢話佢要為村上嘅家族絕後，佢希望殺人者嘅血統喺我呢一代終結，唔要再有下一代承受呢一個污名。佢甚至將對侵華戰嘅感想懺悔以小說嘅形式寫咗出嚟。村上春樹喺1995年出版嘅長篇小說《奇鳥行狀錄》呢，就係第一部正面描寫日本軍隊喺亞洲大陸暴虐嘅罪行。小說呢有一個父親嘅角色嘅形象好冷酷，主張戰爭。咁結果呢，村上春樹喺小說裏邊將呢個父親殺死咗。後來村上春樹呢又寫咗本叫做《刺殺騎士團長》嘅書，呢本係一本以南京大屠殺為背景嘅戰後小說。仲有一部短篇小說叫做《去中國的小船》。乍睇呢就係以為係旅遊嘅題材，講佢去旅行嘅時候呢3段同中國人嘅相遇。但係小說裏邊其中有2句說話，其實就係佢多年嘅心聲。佢話佢可能早已經原諒咗我，但我一直冇辦法原諒我自己。村上春樹講過，佢話我希望我寫嘅每一個字都俾人意識到有啲嘢唔應該被遺忘。小說裏邊佢可以殺死個爸爸，但係現實佢唔可以。佢話作為日本人，我冇辦法為整個國家嘅暴行贖罪；作為兒子，我更加冇辦法為父親嘅罪行辯護。於是佢選擇咗逃避，同爸爸20年唔相見，直至到爸爸去世之前，佢喺病榻前邊再見翻爸爸，傾咗好耐好耐，2個人終於和解咗。爸爸去世之後，村上春樹就拜訪咗好多同佢爸爸相關嘅人，聽佢哋講述爸爸嘅故事。2019年，村上春樹就喺日本著名嘅雜誌《文藝春秋》嗰度發表咗一篇題為《棄貓提起父親時我要講的事》嘅文章。文章裏邊村上春樹第一次公開詳細咁講述佢爸爸嘅故事。原來佢爸爸叫做村上千秋，本來就係京都大學嘅高材生嚟嘅，成績好好，但係就喺20歲嗰年被徵召入伍，中斷學業。爸爸被徵召到侵華日軍嘅第16師團做輜重兵，即係話日本陸軍嘅後勤運輸部隊。由於第16師團就係南京大屠殺嘅主力隊伍。當年南京淪陷之後2個殺人魔向井敏明同埋野田毅就喺南京搞殺人比賽，日本報紙都有刊登嘅。咁所以村上春樹就知道呢一段歷史，一直唔能夠原諒佢爸爸，亦都唔敢問太多，因為驚知道真相。村上春樹喺文章裏邊寫，佢話爸爸作為呢個部隊嘅一員，佢有冇參加到南京嘅戰役呢？佢一直抱有懷疑，但係就唔敢提起勁嚟詳細調查，甚至佢生前嘅時候亦都好少問佢關於戰爭嘅事。直至到爸爸死咗之後，村上春樹決定去揾真相。佢花咗5年嘅時間嚟到調查呢件事，唔單止查閱咗從軍嘅記錄，仲同爸爸身邊嘅一啲人一一見面，開始慢慢拼湊出爸爸嘅歷史。呢個時候先發現爸爸係一個運輸兵，1938年8月先隨軍去到中國，同1937年發生嘅南京大屠殺相差咗接近1年。村上春樹呢個時候先鬆一口氣，彷彿好似卸下咗個重擔咁。雖然解咗屠城嘅謎團，但係唔代表爸爸冇殺過人。當年日軍訓練新兵就係要求新兵用刺刀或者用軍刀斬殺中國俘虜作為殺人嘅洗禮，令到新兵盡快適應血腥嘅戰場。咁所以村上春樹嘅爸爸雙手一定沾過血。村上春樹話：爸爸生前幾乎唔講戰爭嘅嘢，只係喺佢讀小學嘅時候有次忽然間講起自己殺人嘅經歷。爸爸話佢哋要將俘虜斬頭，中國嘅士兵明知自己要死，但係竟然唔吵鬧，亦都唔恐懼，即係靜靜咁瞌埋隻眼坐喺嗰度，然後就被斬個頭落嚟。
村上春樹覺得喺生命嘅最後一刻，爸爸仍然對嗰個被斬殺嘅中國士兵抱有深深嘅敬意。村上春樹認為爸爸每日誦經懺悔，可見殺人帶嚟嘅創傷真係唔淺嘅，而且呢一種創傷更加延至到佢呢一代。村上春樹話：爸爸用軍刀斬人頭嘅殘忍畫面，一直沉重咁印刻咗喺佢年幼嘅心上邊。作為侵略者嘅後代，村上春樹嘅血裏邊呢流住歷史嘅原罪，接過父親嘅戰爭記憶，令佢一生呢都帶住恥辱過活。所以佢拒絕生孩子，佢唔想侵略基因呢傳俾下一代，佢唔想自己嘅孩子亦都背負佢嘅痛苦。於是村上春樹一生埋首寫作，努力用作品去反省歷史、拯救靈魂、傳揚和平。佢嗰本以南京大屠殺為背景嘅小說《刺殺騎士團長》裏邊呢，就有一句靈魂嘅拷問。佢話：關於確切嘅遇害人數，史學家仲存在唔同嘅見解。有人話中國人嘅死難者超過40萬，有人話10萬，但係40萬同10萬區別究竟喺邊度呢？村上春樹曾經公開講過，佢話道歉並唔係一件可恥嘅事。日本侵略其他國家係事實，我認為認真道歉係非常非常之有必要嘅。村上春樹係日本世界級嘅作家，希望佢嘅表態、佢嘅發聲會慢慢成為日本嘅主流聲音。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又夠，下星期我會繼續喺 K2 搜尋同大家講新嘅故事。拜拜。